要拍好綠色校園新聞，當然仲要掌握拍攝、剪接嘅基本功啦。拍攝之前記得檢查下係咪帶齊器材，拍攝嘅時候記得保持攝影機穩定，唔好亂咁搖晃啊！要俾觀眾睇清楚畫面嘅內容。大家仲要記得保持正確嘅色溫，唔好令畫面偏藍或者係偏黃。拍攝人物或者景物時，記得要對焦啊！唔係嘅話呢，畫面蒙查查，觀眾就睇唔清楚噶啦。訪問嘅時候，訪問咪係要緊貼被訪者，大概一個拳頭位就 OK 啦，咁樣收音先夠清晰噶。除咗訪問畫面，記得拍多啲同故事相關嘅畫面啦。剪接嘅時候就有更多素材啦。剪接嘅時候要同記者商量，挑選合適嘅訪問同畫面，加埋 VO 就可以串聯成為綠色新聞報道啦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加入同內容相關嘅相片、圖表或者動畫，令觀眾更容易明白新聞嘅內容。最後，大家記得標示翻記者嘅名同受訪者嘅姓名同身份或者係職銜啊，咁樣就可以完成一段綠色校園新聞報道啦。可以上載嚟網上校園 Green Channel，同大家分享下你嘅綠色新聞報道啦。